唔係啊嘛？依家啲枕頭可以捲到咁，話咩你點瞓幾耐都可以一路包實又成托。買翻嚟試下睇下得唔得先。如果真係得，以後就可以瞓個好覺咯。買翻嚟啦，呢個就係日本新升級 Dear Min Peace 枕 Pro。傳聞話市面咩枕頭都比唔過佢，但係咪真係咁勁？我依家嚟試試，測試就肯定要暴力測。準備兩隻雞蛋放喺個枕頭下面放落去試試。等等，如果佢爛咗，我就肯定俾叉佢。OK， 嚟咯喎！吓？唔得，我要再暴力啲。呀！吓？仲未水？呢個枕頭係咪有法術啊？我頭先查咗下，原來入面真係有啲料到。佢哋自然3層記憶棉配方，人哋多數單一質地，佢直接3層。上層超柔棉，包裹式壓；中層回彈承托，全方位依靠；下層支撐層，點翻身都頂得住。重點係佢唔係得暖同硬兩個選擇，而係做咗4段暖硬幅度。白色嗰面係偏暖 P1 極致環柔棉 P2 柔軟平衡棉，藍色嗰面係偏承托 P3 舒緩承托面 P4 強支撐托面。我叫咗6位唔同身形嘅朋友睇下頭頸貼唔貼合，你會見到肥嘅瘦嘅都好，條頸都貼得好實。如果你係中意好暖包住個頭嗰種，你就揀白面 P1 真係橫感，想暖得嚟要穩陣就揀白面 P2。如果你成日覺得頸肩繃緊瞓醒嚟酸酸地，用藍面 P3 舒服承托。如果你本身覺得普通枕頭唔夠頂，想藍面 P4 支撐感最明顯。你平時瞓嘅枕頭成日瞓到條頸懸空，佢個丫位好似磁石咁黐住你條頸，瞓矮頸絕對唔會，一覺瞓到天光，爽到離譜。同埋我發現個枕套摸落去有少少涼感，幾舒服。Dear Min柔棉枕，又暖又彈又透氣，點瞓都有承托，淺眠同失眠嗰啲真係有機會得救。